嗱，其實點解你理解呢個 beat 錯咗咧？首先我哋數佢 one two three four，而我哋嘅 one two three four 咧，嗱，一般有兩種數法，有啲人會計後邊嘅 chord 啊，或者計佢嘅旋律。但係我同大家教嘅方法就直接啲嘅，我哋跟 kick snare 數。我哋通常強，我哋會擺 kick 嘅，我哋次強都係 kick。跟住我哋嘅弱會係擺咩啊 snare 擺 snare。好啦，咁所以我哋先數你而家你呢一個嘅 kick snare， 2、3、4、1。3、4，如果用呢個數法，你見到係比較慢嘅。而家講緊嘅呢一個可能去到70幾嘅，其實你可以咁樣數，數 double。3、4，當你數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係咪比較係接近我哋平時嘅 regular normal time 啊？